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文子宫病院，进前甲25个民众注到无透报的 BNT 的疫苗，其中有一对母仔囝昨暝心脏无爽快，出现着呼吸喘的症状。这对母仔囝是新北市英歌区大湖里的经理长肖明文的新妇，甲伊读大学的18岁孙仔。来听看经理长安怎讲。受不了发烧，我那个孙子是，他那个心跳很快，心跳跳到120几，又发烧。我现在只是我发烧啊，发烧后来说有吃药比较好了。夸张那当然是夸大一个很严重的失误啊。文子宫病院讲，目前25位的民众有7位来住院，状况是稳定。院方嘛陆续来追踪着其他人的身体状况，若是有无舒适，拢会当要求医方先来住院就近来照顾。